隨之嘅係樂文節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朝早啦，仲係幾凍啊，新界低溫只有14度左右。不過全日啦就見翻多啲陽光啦。咁睇下最新嘅衛星雲圖，沿岸一帶嘅雲量啦唔算太厚，華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。而東北季候風持續影響廣東沿岸，風勢圖預測香港附近呢係繼續吹住穩定嘅東至東北風，所以元旦日啦都係較為乾燥。先睇下11點鐘嘅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79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，有一兩陣微雨，天氣清涼，最低氣溫大約16度。咁聽日日間大致天晴乾燥，咁最高氣溫大約20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咁展望隨後幾日會漸轉多雲同有幾陣雨。咁睇埋聽日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咁同大家睇下內地啦。咁尋日啦，東北地區有嚴重霧霾，公路上嘅能見度下降，哈爾濱空氣質量指數一度高達500。中央氣象台預測元旦假期全國冇明顯嘅冷空氣活動，整體氣温有回升嘅趨勢。咁只有內蒙古嘅東部同埋東北地區啦有4至6度嘅降温，而南方地區有小雨，咁局部就有中雨啦。咁最後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天晴；廈門、台北多雲，上海天晴；北京明朗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；大阪明朗，東京天晴；曼谷明朗；吉隆坡有雷暴，新加坡驟雨，雅加達驟雨。胡志明市天晴，馬尼拉驟雨；墨爾本係明朗，悉尼布里斯班都係明朗；惠靈頓明朗，奧克蘭落雨；孟買新德里卡拉奇天晴；溫哥華三藩市洛杉磯天晴；紐約有霧，多倫多芝加哥落雪。睇埋歐洲，倫敦多雲，巴黎有霧，法蘭克福多雲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蘇黎世明朗。天氣講到呢度先啦，各位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 Columbia 專業戶外裝備特約播映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汽油，太子珠寶鐘錶及 Montblanc 贊助播映。喺稍後請收睇中滔環保香港除夕倒數。